呢度係博客欄目同 S 傾下偈，我係 Season， 喺我對面係見證廣州30多年變化嘅嚟自香港嘅大灣區哥哥 S。每個星期我會喺廣州舊城中心用15到30分鐘嘅時間同 S 傾下偈。S 好。係Season好，係今因為咧呢期我睇到好多朋友都喺度講緊貧富懸殊越嚟越激烈啦，然後又講話因為啲技術啊 AI 啊會替代好多工種，咁我諗起咗之前有睇咗一個概念叫做全民基本收入UBI。咁係 OpenAI 創始人喺2016年發起一個大型嘅社會實踐實驗，然後我最近仲睇到係舊年睇咗一個新聞話加拿大將呢個提案都擺喺佢嘅國會度。其實呢個俾民眾發放冇條件嘅基本收入唔係咩新鮮概念，因為我記得係嗰個烏托邦嗰本書有提過類似嘅諗法，但係我都想喺度聽長輩你係點樣睇呢個 concept 嘅。係啦你。因為嗰個我喺搜嘅過程中有見過香港喺1971年係有推出一個叫做公共援助計劃嘅，唔知啱唔啱嚇？咁嗰陣時我睇到嗰陣時嘅新聞都話佢係非常有爭議嘅。回顧到依家咁樣嘅社會背景，咁樣嘅一個講貧富懸殊，咁你覺得呢個概念係咪全民基本收入呢個概念係咪依然喺度養緊懶人呢？香港50幾年前啦，而家講推出公援嗰陣時叫公援嘅時候咧，係有啲爭議嘅。畢竟咧當時嘅社會經濟啊、民生嘅情況咧，同而家好唔一樣。但係半個世紀之後嘅今日呢，我覺得社會係有共識嘅，而公援都變咗做綜援啦。個共識呢，就係呢個綜援係有助社會穩定，減少貧富差距，跨代貧窮，對成個社會呢係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社會政策同埋措施。我並唔認為呢種措施呢，或者其他類型嘅福利措施咧，會養懶人。第一般嚟講咧，呢啲金額唔會太多嘅，即係夠基本生活保障已經好好噶啦。都係當事人要工作先可以有比較大幅度嘅改善生活。但係大部分人就算有基本生活保障之後，都唔會24小時瞓喺度唔喐噶嘛，而會做自己喜歡做或者認為重要做嘅嘢、重要做嘅事，咁好難界定我係咪唔就業就係對社會冇貢獻嘅噃。係喎，譬如打個例啊，舉個例啊，一個單親母親為咗照顧孩子咧，就唔出去做嘢，咁但係佢令到孩子唔變壞喎，咁可能會為將來慳咗好多社會負擔嘅。如果孩子將來有成就，更加會為社會創造好大嘅財富添。所以而家部分嘅綜援支出係咪應該列為對將來嘅投資呢？而唔係支出呢？仲有，我舉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啦，呢度清代嘅曹雪芹，佢寫《紅樓夢》嗰陣時候呢，因為家境中落，非常貧困。佢自己都寫啦，成日舉家食粥走常賒。如果佢當時選擇咗出去打工教書啊，或者同人哋睇鋪頭啊咁謀生，可能就冇咗《紅樓夢》呢本巨著嘅咯。佢選擇捱餓繼續寫作，但好彩冇餓死，冇凍死，先至能夠成書嘅。咁所以俾社會有需要嘅人必要嘅援助，唔單止對管治嘅社會有幫助，而且亦可能會帶嚟諗唔到嘅好多意想不到嘅好處。我唔認為佢會養懶人。咁樣係咁，因為你喺過程中，我哋過往好多期嘅分享入邊，啱先你都有強調話，後生仔最緊要係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
如果你啱都講到話呢個時代變化咧，全民基本收入都會變成一個可以為原來有夢想嘅中低收入年青人做一個保底啦，生存保底。咁我聽落係咪你嘅態度就係、都係支持咁樣一個政策嘅推廣呢？我係支持嘅，但係咧要講一講，你 UBI 要成功咧，唔能夠淨係俾錢佢生活嘅。無論響教育啊、醫療啊，以至房屋福利咧，都要配合。你諗下，一個有 UBI 但係冇受過教育或者健康好差嘅人，生活都唔會快樂啦。咁社會點會和諧咧？一個唔識字或者健康好差嘅曹雪芹，亦都寫唔出《紅樓夢》啦，係咪？所以 UBI 咧係要響整體嘅民生各方面都有福利配合，先至可以有意義。其實唔單止全民基本收入呢個概念，我認為任何政府福利計劃，只要能夠保障人民嘅基本生活需求，都係值得支持同埋研究嘅。因為響防止跨代貧窮、發揮人民嘅才智、促進社會和諧，都係有利嘅。可以講咧，係功德無量嘅，所以我唔認為會養懶人。咁樣係咁。如果呢個概念咧，唔算係一個叫做養懶人嘅，叫做一個會促使養懶人嘅政策。咁你自己會唔會喺啱先講嘅呢個基礎上，覺得佢仲可以再點樣深化，或者係咪喺度營造緊一個即係頂端嘅頂級嘅資本家嘅手段嚟用嚟平復貧富差距？其實咧，所有社會福利計劃概念，無論係 UBI 啊，或者而家北歐嘅高稅收高福利啊，又或者你剛才提到香港嘅低稅收高地價，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基本福利制度，本質都係好嘅，係相同嘅，就係重新分配社會嘅財智啫嘛，令到社會更加平等、和諧、穩定。我真係認為係啱嘅。但係唔好忘記，所有呢啲福利計劃都面對同一個挑戰，就係財務嘅可行性同埋持續性。即係話講白啲，錢響邊度嚟呢？北歐福利制度實施咗超過100年啦，全球都認為係成功嘅一種福利制度。響地產興旺嘅時候，香港個制度亦都認為係唔錯噶，但而家都係因為經濟啊、人口結構啊、天然資源嘅供需嘅等因素嘅變化咧，面臨唔同程度嘅挑戰。以我認識嘅香港為例啊，疫情前香港政府嘅財政儲備超過1.1萬億港元，而家咧就跌到6500億唔到，跌咗超過40%。個中原因當然好多啦，譬如賣地啊、收入減少啊、疫情支出增多啊、經濟轉型啊咁樣。同埋我真係相信香港係可以熬過呢個難關，變得更強添。但係對一個人口少、相對發達嘅香港，財政起落都可以咁大。你諗下，人口多、地域廣嘅發展中國家，好似我哋國家咁，喺考慮實施全民福利嘅時候，就一定要小心。如果唔係，好容易尾大不掉，好心做壞事。咁樣嘅，會咁樣嘅。你諗下係咪會？咁我就會想引起我哋都會經常講一個叫呢幾年經常講嘅一個叫共同富裕。係，咁共同富裕，我以為佢係可以同呢個 UBI 係可以拉上啲關係，所以我都想傾嘅。咁你覺得共同富裕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對於我哋發展中國 UBI 呢，或者其他福利制度呢，只不過係一個手段，唔係目標啊。共同富裕先係目標，係咪？咁呢，其實 UBI 係追求烏托邦嘅其中一種手段啦。我認為烏托邦必須嘅條件呢，係天下為公，即係共同富裕。而天下為公呢個概念，孔子都講咗2500年啦。可以講咧，
共同富裕係中國人自古以嚟嘅追求。咁雖然 UBI 嘅概念係有局限性嘅，但我唔認為佢係一種簡單平復階級矛盾嘅口號，佢係真係有值得追求嘅價值嘅。咁對於我哋依家嘅國情，你覺得呢種係點樣可以 cross over？ 我應該點講？即係啱我哋嘅形態啊！我諗循步漸進咯，循步漸進咯。譬如我哋以前國家收入少嗰陣時，我哋啲社保啊、乜保民保啦，唔係好全面嘅。而家講國家收入多咗，可以慢慢將佢全面啦，全面化啦，就增大啦。呢個福利一定係要同政府嘅或者係社會嘅經濟發展掛鈎嘅，唔可以脫節嘅。如果脫節咧，其實係得個講字嘅啫，令到啲居民、令到啲市民更加無所適適同唔知點搞，即係尾大不掉咯。啱講到，因為政策可行與否係同財務嘅可行性有關係嘅。咁依家如果話經濟係得啲嘅，但係好似啲全民社保啊、醫保啊都喺度提高額度，你會覺得會唔會導致到有一代人呢就係會所謂嘅蝕一啲？有啲人咧就生啱咗時代，咁就會好一啲咧。我認為都唔會，因為其實呢個社會基本保障咧，亦都有另外一個作用嘅，就係平衡社會好世界同埋唔好世界嗰陣時人民嘅生活。咁平衡嘅意思即係話好嗰陣時，咁咪慳多啲儲多啲咯；唔好嘅時候，咪使多啲咯。係咪？呢個根本係一個原則嚟嘅，我認為。但係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搞好經濟。搞好經濟之後咧，世界好，我哋儲得好多；世界唔好，我哋都儲得多。不過冇世界好嗰時咁多嘅啫。如果你冇錢咧，但係冇蛋糕咧，就唔好講分蛋糕嘅事啦。OK， 咁係咯。咁講到呢度，啱先你都講咗話，如果財務有變化，咁其實都係要因應情形而調整嘅，我嘅理解。咁又講翻我哋頭先講我哋自己國家嘅共同富裕呢個目標，你覺得我哋可以為呢個理想去做啲咩呢？依家我哋呢一代又唔使講太多大道理嘅，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手頭嘅事，善待身邊每一個人，咁就基本上得㗎啦。因為無論個人嘅貢獻幾渺小，做好手頭嘅事，點都會增加社會嘅財富嘅。善待身邊嘅人，就會增加社會嘅和諧。所以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係啱嘅。集腋成裘，加埋，我哋有14億人，個效果就好驚人㗎啦。如果國家富裕，再加埋和諧，咁就離共同富裕不遠啦。咁好似孔子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加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覺得係建立共同富裕嘅社會方向。即係我哋自己要擺正自己，我哋自己做好手頭嘅事咯。即係做好自己先。係啦，做好自己就得㗎啦，唔好諗太多大道理。你自己啲嘢都做唔好，淨係講大道理有乜用？多謝先。唔好講多謝。